得要開回到個時段咁咯，好多每日都會開做嗰啲餐嗰啲咯，有嗰啲嘢飲餸同埋啲嘢又平啲咁咯，吸引嗰啲客過嚟多啲食嘢。佢希望政府加強宣傳，持續帶旺人流。無線電視記者李報道。唔夠1個月之後要，我認為未必，至少延後半年。佢會唔會將交接工程啊，需要一啲特別嘅嘢？我而家諗得到嘅，譬如一啲已經完工嘅記錄啦，施工嘅記錄啊，質量嗰啲問題啦，佢未必需要同政府好合作去處理剩餘嘅問題啦。咁呢個係一個政府需要考慮嘅啦。但你既然釘咗佢牌，佢都冇乜嘢可以再價錢未必係第二啲，大個都唔會爭得太遠啦。好，亦都唔可以向新嘅承建商追討精進建築拖欠嘅費用。陣間翻嚟仲會報道，人工智能研發院最快出年成立運作，研究方向包括芯片領域。特朗普揚言下個月起向歐盟貨品徵收50%關稅，歐盟強調會捍衛利益。懷緬四叔，心頭恩情。我都有好多好做嘅員工，本身佢好有志做上。我同阿四叔非常離譜，佢幫我好多。多謝你俾我試，你俾個機會我去到。灰格身份無處不在，你會越嚟越嚴重。用醫生信嘅羅培樂藥效深入隔床，實驗真穩，防止擴散。回收無殼變最好。自己軟骨自己生，有助減到超齡。有高手，專為速速走。翻嚟新聞時間，數字政策專員黃志光話，爭取早前預留10億成立嘅人工智能研發院，喺今年之內獲立法會通過撥款，最快出年運作。研發嘅方向包括芯片領域。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早前嘅財政預算案提出成立人工智能研發院。數字政策專員黃志光話，除咗有上游研發，亦都希望將中下游成果轉化，正參考各地研發院嘅運作模式，制定營運規架等，爭取今年內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到時如果睇到有某個行業係需要用人工智能去增加佢嗰方面嘅賦能嘅話咧，咁佢可能就會有好多個項目咧，就會係喺嗰方面做。芯片嘅人工智能研究咧，都可能會係佢哋嗰啲領域嚟嘅。咁但係當然佢亦都要同嗰個行業嘅專家合作。數字辦上個月，故知名市兩號馬尼拉風雲，墨爾本天晴，悉尼明朗，布里斯班明朗，奧克蘭驟雨，溫哥華明朗，西維爾天晴，洛杉磯明朗，紐約天晴，多倫多明朗，羅馬落雨，蘇黎世